大家好，之前呢同大家分享過鴉片戰爭嘅故事啦，背後因為茶令到咧英國同埋中國咧發生咗一場重大嘅歷史戰爭喎。但係其實英國人咧真係好鍾意飲茶，喺17世紀嘅時候，佢哋咧已經擁有咗自己嘅茶文化。當然啦，佢哋嘅茶咧基本上都係嚟自咧海外，包括嚟自中國啦。但係由於英國人鍾意飲茶，後期咧亦都咧揾佢嘅殖民地，包括印度、斯里蘭卡，開始咧以茶園方式咧培植茶樹，開始咧利用佢嘅殖民地嘅資源供應茶葉俾佢哋。但係喺英國17世紀嘅時候開始咗茶文化，而呢個茶文化個背景故事又係點樣嚟呢？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下午茶咧喺英語裏邊我哋稱為 afternoon tea。佢哋咧下午茶嘅時間大多係下午4點先開始嘅，因為下午茶裏邊所享用嘅點心以及甜品可以幫佢哋咧喺下午嘅時候作為提神以及充飢之用嘅。但係下午茶文化嘅開始其實就係源於貴族嘅。呢個故事由1517年開始講啦。當時葡萄牙咧就從中國將茶葉帶回國。葡萄牙咧好早已經形成飲茶嘅文化，以及擁有飲茶嘅習慣。喺1662年，好鍾意飲茶嘅葡萄牙公主凱瑟琳嫁咗俾英國國王查理二世，將中國紅茶帶入英國宮廷嘅上流社會，並且帶動咗英國人飲茶嘅風氣。英國下午茶起源於17世紀。當時咧，英國貴族嘅早餐咧，亦都非常之豐盛嘅，但係佢哋嘅午餐咧就會較為簡便一啲啦。但係英國嘅社交晚餐咧，一般咧都比較夜，大概8點先至正式開始。由於佢哋嘅午餐同埋晚餐時間間隔都比較長，所以中間嘅時間咧，佢哋都容易會覺得有飢餓感，或者會覺得咧有啲疲勞嘅。當時有一位好識得享受嘅女伯爵。佢叫做安娜瑪麗亞，佢為咗舒緩自己嘅飢餓感，佢每日咧下晝都會咧差遣女僕為佢準備一壺紅茶同埋一啲點心。佢發現咧下午茶非常之寫意，就開始邀請朋友一齊享受下午茶時光。倫敦當時一啲上流社會嘅人士咧開始沉迷呢一個下午茶活動。佢哋會喺下午茶嘅時間，即係3、4點嘅時候，就開始聚埋一齊，會一齊傾下偈、飲杯茶、食返件三文治、食點心。不但可以充飢，同時間藉住嗰段時間，亦都係社交嘅一部分。英國下午茶文化咧，自此就咁樣開始咗啦。紅茶啱啱傳入歐洲嘅時候咧，因為茶葉屬於遙遠東方傳過嚟嘅珍品，因此茶咧呢一個享受都係屬於咧社會上流嘅人士嘅專屬品喎。後嚟咧，紅茶喺倫敦咖啡屋、紅茶庭園開始咧慢慢流行起嚟啦。咖啡屋係名流嘅聚集地，佢哋會一齊喺咖啡屋裏邊互相交流、傾偈、飲茶。紅茶庭院就出現喺倫敦郊區，大多數嘅英國人呢都會喺呢度開始接觸紅茶。喺18世紀中期，隨住社會嘅發展，本來英國貴婦之間嘅下午茶文化，漸漸呢一個風氣就趨向平民化啦。所以呢，後嚟下午茶文化成為英國平民生活當中嘅日常添。享用下午茶，英國人咧就會選用紅茶，配搭咗銀器或者瓷器嘅茶具。呢一啲精緻嘅茶具就會擺放喺咧鋪有花邊桌巾嘅茶桌上邊，並且咧用小推車將各種精製嘅茶點慢慢咧佈置去桌面上邊。下午茶咧最初係家庭以及屋企形式裏邊進行。後期咧慢慢成為咗社交生活，就喺公開嘅環境裏邊進行下午茶，從而咧亦都衍生咗好多下午茶嘅禮儀。到而家啦，下午茶形式已經簡化咗好多啦。
雖然形式已經好簡化，但係咧喺英式茶嘅沖泡方式、優雅擺設同埋豐盛嘅茶點，呢3項被視為下午茶嘅傳統，所以就一直保留落嚟啦。英國人飲用紅茶已經有300幾年嘅歷史啦。英國亦都係全球紅茶消費量最多嘅國家之一。香港因為曾經都係英國嘅殖民地，所以咧好早之前咧都有下午茶呢一個習慣。因為香港人咧晚飯時間都一般比較夜，通過下午茶稍作休息，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充飢。當中咧亦都有一啲香港著名嘅茶餐廳下午茶食物，比如係蛋撻啦、菠蘿油啦，另外就係西多士啦。當大家食緊下午茶嘅時候，不妨同身邊嘅朋友都分享下英國下午茶起源嘅故事啦。